顺着弯弯歪歪的台山线下南，离层层贴贴的山南渡巷的李五塔水库水，预计限定有人地的排气，按照60片，因为天较高又较偏，做定日本水的时节，更加适合开作占批基础。日本都真爱派噶，可能是爱抗飞行器，出来了会征收了10片，这片完片咧，个水门个有修的个萎缩啦，看顺还有美化个东西，啊，其实用竹的，哦，强起啦，强啊抗飞行器个木的，强起啦，啊个木当咧，就用搓塑，吼，啊，等下去美化花花绿绿。日本战派过后，60片台铁规摆编转农村，台铁顺行下是强有有的建设。植物主要的主要叫100年的樟树林吼，然后在樟树林来孕育一下空气中和，哎，还适当通过主要有个真多个蕨类植物了。像台山县说，差不多几只园区都抗地樟树拿度的一间民宿。就是遇到60片的特产，顺畅保留的60片重要纯日通线的开茶古土，民宿本身做其实是制茶厂。头摆因只60片上报，做下是种茶，啊头摆因为交通不便吼，无太马路，按照将来用只杂货的茶路用开落来，按照行这条路开落，按照顺风只茶飞沙个做茶工厂。不过，听听茶面也没没落，茶工厂逐渐改换作休闲用。台铁后，大部分的茶农也都转型做果农。有个种茶，茶种了那个都派的，加湿膜做膜，哦，啊就后来就香茅油也有垃圾种的啦，哈，啊垃圾种了后咧，大家生发膜以后，就那个碰感嘛，就以后碰感呢段时间以后啊。哦，强国合作社就要征收我销啊，创我费啊，哦，按照60片，碰柑专业区。以前是柑橘专业区啊，那时候柑橘是因为价格很好，种的产量又很多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柑橘得到黄龙病之后，就是再种下去，第2年啊、第3年之后又开始一直在死掉，那这些年轻人就没有。对这里的生计就是已经没有了嘛，他们自然而然就是往外跑。这个包的话要绑紧一点，不然风来会一直摇。我们要顺着那个梨子的方向，它长的方向斜度怎样，我们就包的方向要跟着那斜度走。当年新的代表呢，第60片就看得到他家无限的为古接里立台业。咁嘅过后，嗰只里变作当地嘅重要农特产，像梨子叶，一下立台嘅梨叶树都已經54頁，一條梨葉樹都係老公嘅阿公傳下來嘅，因為老公早早嘅就過身嘅，20年前嫁過嚟過後，正開始學習耕種嘅技，還開始要克服農業沒落嘅問題。第1年開始，他們就整個家族阿公啊、兒子啦、孫子啦，就全部來。第1年玩得很開心。那之後我就開始就有上網我就有一些親朋好友，他們就會互相介紹。那我現在目前就已經差不多有7位認養了。因為1萬元認養一條梨葉樹，係其最新嘅經營方式。唔單將認養人做得親身來做農事，識到自家親手種嘅梨葉，農民也做得有體貼嘅樹葉。甚至為到本人客識到安心，以至於一同盟用摩托嘅方式來種。這邊用進前先小拉一下，均勻一下。內底黃豆啊、雞卵、魚露、糖蜜，還有10幾種的衛生菌在裡面。我之前長期用農藥好像皮膚會癢，每次就是打完藥之後馬上一定要洗澡，
感觉上皮肤会痒，但是我用这个之后，鼻子过敏也有比较好一点，皮肤过敏也比较好一点，效果真的很不错。那吃起来口感，客人来的反应也觉得很不错。产品受到好的评价，自家抗菌也得到改善。像专门做西托马多甜蔗的王台叶，呢套自家农場開放迎合採購過後，一用無通農藥的方式來經營。我们以前去做批发的话，我们不会想说用有机的方法去做，因为不需要，没有人看得到，而且我们只要是安全采收期过了，我们就可以采收。我们现在做开放的话，我们1年365天，几乎每天都有开放。你不能说喷药喷一喷，客人马上又摘了。所以说，像这种老叶，除非是像这个老了，大概在1个月要拔掉的。就不要管它了，不然的话我们一般是看到叶子怪怪的，赶快把它拔掉。再了嘅由老化、糟蹋再清潔，來防止任何病變嘅發生。啲唔噴農藥嘅情況下，農場主任再需要花更加多心力來照顧。不過因因為開放採購，黃台葉接受雜無量皮一筆，再加價啲款太年下。一粒看5個甲板，青麥板就好啊。大家都較黃呢？大家弄會使板，加板一掛，好吃、營養又健康。有時候一個早上工作沒幾個小時啊，有時候手套剛戴好，拔葉子拔沒幾片，客人來了，帶客人。其實這個我們要自己去安排啦。其實一些黃台葉喺19多年前轉到60片，接拍做工業，經營觀光農場，算係後生轉到故鄉嘅代表。另外張一新也係第4年前離開台中都會區轉到大蘭，佢就用南洋風嘅民宿作為經營嘅特色。那時候也是會有一點就是懷疑說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偏僻，是不是會有客人進來？那還好，就是想說跟我弟弟的果園做一個搭配啊，來住宿的話還可以採果，可以騎腳踏車。聽聽休閒農業嘅發展，全台就搶落去過後最新鮮，難度確立到休閒農場，將60平台鐵就有17間。按當年來，有啲嘅農場經營唔好，就結束營業。現有嘅農場今天規劃轉型。這個是差不多70年前用這一種的，30-40年前才開始用這一種的，因為它經過高溫，它這個精油就跑出來，隨着水蒸氣跑上來，經過那個管下來，那下來之後，將啲60平台鐵經營最大休閒農場嘅陳紀年，就算啲20年前種花就當有名嘅，最近一度到農場想唔到人嘅問題。這20年來，其實我們花路早期種花，還有以花做休閒的一個農場哈，是非常受歡迎的，所以遊客都一直不斷的都算蠻好的哈。可是現在大家的農場都差不多一樣，也就是說這個門檻大家都是一樣高的時候，你就沒有競爭力了。我們今天用蘆薈的泥膠，然後加我們今天的客家的香茅啊，我們知道香茅它有抗菌。殺菌，還有一些就是能夠抗。延續自家香草嘅特色，佢結合當地傳統產業香茅，變做出新嘅口味，也做係陳紀年前度嘅新路線。我們這個地方，我們祖先，他在這個地方在日據時代，甚至更早就已經在提煉香茅油跟樟腦油，所以我就抓住這一點，以精油的故鄉來做一個歷史文化的一個故事，那把我們的花香接在我們這個故事的後面。用香味作為主題，為迎合做啲看法偏香味，還有做同樹嚟做香茅嫩葉，調製天然香水，甚至做啲香樹島香草嘅美食。比如說我以農場的香草倉為主，因為我是香草植物花，我花香草，我加一點點水果啊，那個是搭配而已。可是我們台山它就是以它的番茄做主餐，
就形成一个很大的特色。世界转型以外，更加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。最近4月初，农會正式通過成立歷史坪休閒農業區，業者都希望做得因為安樣得到更加多政府資源的天數。这里是那个水库水源保护区嘛，那我们就是说，就希望说借由这个案子通过之后就是整个周边景观这些，就是我们要像申请一些地方上的建设也比较容易啦，因为原本全部都是受限嘛。利用这休闲农业区政府有真多资源有给人添收，做一些协助人，不管哪方面。有在比论化讲，来生态的解说啦，来植物的介绍啦，甚至讲来休闲的转型要怎么做较好不過，歷史坪人三無天策都按反映設立休閒農業區。地方民意代表就直接講，歷史坪嘅休閒農場，但是都係外地人來投資經營，在地人無天策都得到利益。坦白講。也唔敢投資，也唔知講啲目標到底咩唔知啊，將來會用喺前沿發展咩冇了解，所以咧地方人配合嘅意見也冇相同嘅一個，所以全部都係講，但是係外地來嘅，比如講台北來嘅、台中來嘅、桃園來嘅。那個開墾嘅路喺硬度，那個裝備以前嘅情辛辛苦苦。得來嘅就從你佢嘅路來嘅路你按講外地人來投資雖然有賺錢，冇賺錢唔對。愛看晒係垃圾坪嘅沙區咁老人會也好啦，乜嘅那個市場發通啦我有一個人講嘅回饋，本來就地方。另外，因為歷史坪名聲，冇將隔壁嘅鄉鎮像三岔河、太湖一條休閒農業區很有名，安樣人結合所有嘅業者嘅特色和力量，還可係歷史坪休閒農業區所面對嘅問題。當然是大家都互相合作，那是最好的啦，彼此大家都可以可以有成長有進步啦。那我是覺得這個還有待努力啦，可能因為很多的景點其實很多都是外地人來的，那本地人的話可能就是我們，只有我們，還有可能還有1、2家其他的那個農場，那可能要配合的話，可能大家就是要多做過溝通啦。因為他每一個人他的觀點、想法、做法都不一樣，那我們是盡量就是採用配套的方式。既然遊客來到這裡，我們就是希望說能夠把它盡量留在這裡整個做配套，1日遊、2日遊。離五潭水庫順的歷史坪台鐵，就像市地太海道的一條細線呢，天天產業衝擊的風浪，飄來飄去。休閒農業區的設立，係咪做得變作帶人記得向前行的明德，可以點歷史坪人的大病。